是阿雄。专家有地位，就是讲咱厝内底有5个人。是大家本节目挑战5组的题目，过5关拼奖金上侪35000，互你炸上去哦。好，今来介绍咱2队的来宾，我这边先来哦，我这边是拍好亲兄弟啦。哦，来拢是缘投的哦，迄就是人讲的马斗啦。哎呦，啊嘛是咱的新人啦。哦，这一定要甲支持。嘿，来介绍咱的队长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品和。台语开始也袂歹，嘿，真正人缘投，台语佫讲了好，伊人安尼以后就接济啊。嘿啊，伊人缘嘛袂歹，伊咧演迄个什么观察中第2季哦，阮查某囝笑甲，哎呦，爸爸你还陪我看呢。我甲你讲啦，这咱咧介绍落去，恁查某囝哦，绝对佫笑甲呢啦。哎呦，佫笑一波呢。是，好，来，今日介绍你的队员。哎好，无熟悉哦，无熟悉哦，今日头一摆看到。我是甘尚如。啊，上路，欢迎欢迎。是上路嘛是迄落新的 model 艺人啦，嘛是艺人。是。好，来上路边咧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健。哎，欢迎欢迎。嘿，伊的名拄啊，咱嘛请教过老师。对啊。伊毋是迄落竞赛迄个竞，伊佫一个剑。嘿啊，伊加一环啦。加一环，是。诶，安尼听起来吼，台语讲甲袂歹啊，阮第3位吼拢袂歹啊。目前为止。好，来，目前为止真好，咱佫刷落去咧。大家好，我叫做艾伦。艾伦，上好叫的。嘿啦，上好叫啦，叫艾伦啦吼。好，来，艾伦的边仔咧。大家好，我是伟霆。哎，欢迎。欢迎。好，来，我甲你讲，阮有一个口号要念。好来。一定爱甲因拼一个啦。对好。是来对好来。 1、2、3，拍好亲兄弟，互你去目屎哩。哎，我来讲，恁查某囝若有看较想影的目屎滴，因为拢足缘投。对啊，目睄擦。先介绍你一遍哦，迄队长那时都喊赢冠啊。嘿啊，而且查某会讲做高啦，唔知是高就啥咧。好，今日介绍你的队长。欢迎咱这队喷水好爸母，咱的队长松哥。哎，我是松哥。哦，松哥你好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啥来喷水好爸母会惊人呢？什么喷水？因为我咱有迄个酷色啊，酷色，安尼啊，你别甲气喷害你。等下我念口号的时阵，你就知啊。甲恁惊死就对啊。这台语真好，倒位人，抢者。高雄人，你倒位人？人。哦。哎，即摆来咱遮拢爱唱高雄人哦。嘿，无就台中人、台南人哦。中华人吼。对，迄台语讲个真正有影会涩涩叫。是。好，我甲你讲，咱队长就遮尔啊，好吧，好啊。要紧，咱搁刷落去，看有恰无？来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友婷，我来自屏东哦。屏东，听到嘛是惊啦。好，来，搁刷落去咧。大家好，我是廖白啊，我来自婚林的郑卡囡仔。哦，廖白啊。好，来，搁刷落去咧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家琪，我伫台北。你是台北人，讲了嘛袂歹哦，台北人哦。嘿啦。好，来，搁刷落去咧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罗一文，我来自高雄。来，口号甲念来，对好，来，2、3，喷水好爸母，我是恁老母。怕甲你叫阿母啊！会惊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晚就来介绍咱的迄个台语国文老师。是，欢迎咱今日的国文老师林淑琪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淑琪。人讲手可有筋，人可有心。讲台语，互咱心连心，请大家做伙来讲台语哦。好，各位讲台语，咱就会心连心啦哈。好，今日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我来讲，你来摇。家庭内底派出一个人来讲，另外4个人来摇，上尾啊摇到较侪题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我来讲，你来摇。嘿，
是要安怎讲，要安怎摇咧？哦，咱这回合吼有一个2分钟的时间， 2分钟。 2队分别派出一个人，啊，看后壁的题目了，伊用讲的，互伊的队员来要这个答案是啥物？好，来，咱一队要开始。咱2个替因决定啦，我替恁决定。我替恁决定。好，好来，来。杨金宝，这个咱先发啦。好，来选一个人。我先来。哦，拼好来，拼落来。哎，这。好，来。拼速度的哦。好，玩。你有2分钟的时间，请开始。几个你，两个种水果，伫夜市有咧卖，会使蓝迄梅啊粉。哦，梅啊粉。哦，饱了。起来，进来。好来。我咧拍3字，拍这种物件的时阵，拍球，袂，有2分的，啊，搁有外口咧投的，迄叫啥？几分呢？3分球。好，进球。尽量莫讲到内底吼。我近视，我挂迄个叫啥？啊，进球。美手指啊，看起来足水的，啊，另外一个叫烟斗。美手指啊，美嘞，啊，过来。美嘞，另外一个高水。对，进球。好来。两个字，第一个字我爱食菜，啊，我爱食饭。肉啊，第2个字我足热的，大家拢叫我热。3个字，我去用订的时阵爱点什么物件？爱点什么物件2个字吗？3个字。一环呢？什么物件？3个字。空气白。蒙啊对，讲蒙啊粉啊。差一字上尾哩。蒙啊蒜。上尾一字。蒙啊什么？啊，进球。来。两个字，拄则有讲到米咧果水啊，搁一个烟斗。啊，进球。两个字。我要做一件代志，啊，不过我无把握，我爱出什么物件？我要出什么2个字？你听我拍数哦。拍数那袂晓就拍数哦。来，几个字？5个字。第一个字我要加饭加。过来。第2个字是加什么物件？哎呦，对啊，咱若食好食的物件，咱是要安怎讲？系食好到小无？是好，毋过真牛哦。好来，请回。咱来看分数一个。咱来看因叫几题哈。来。好来。哦，7题哦。哦，袂歹哦，2分钟来7题真济哦。恭喜哦哈。好来，拄则因真牛吼，加一个迄个。奥波啦，奥波就是剑招啦，吼，拄则伫遐较歹比安尼尔啦，吼，剩的拢真牛吼，迄个食好到小宝，拄则美秀嘛介绍，迄个解说了真赞啦，是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啊，真好，算安尼算真牛啊，少年啊有7题袂歹啊，啊，即摆就看咱这边啊，哦，加油，队长来啦，加油，老母老母来啊，哎呦，你即摆变老母啊，人死2个啊，当然是老母啊。好，来，你有2分钟的时间，请开始。几个字？来，3个字，以前无迄种 7 的时阵，咱拢爱去买店。来。哦，我足悬的2个字，啊，大家拢什么？进卡。哦，来，咱呢2个字，嘿，土啊。进卡。来。哦，有一个物件，迄咱即摆要过节的时阵，有一粒黄的，啊，会使用目睭啊、笑啊2个字。南瓜要安怎讲？嘿，金龟对。进卡。哎呦，袂歹。迄天顶啊，咱要出国的时阵爱坐啥物进卡。哦，我有时啊，哦，美秀姊啊，伊会使互我好处，我就教伊较好5个字。头2个字是讲一种水果。哦，什么水果？一个水果内底足侪水的大粒的。西瓜我大粒。进卡。厉害，来，迄我本人是安尼，啊，结果看到迄帅哥有无，我就变安尼2个字。进卡。我就爱2个字，跳舞。进卡。哎
pass，这 pass，好来过来。这 pass，哦，够 pass，够 pass。五个字哦，嘿，若是讲啊，因两个冤家啊，哎呀妈啦，我甲恁讲，恁两个拢足好的啦。不要他讲。啊，结果结果颠倒干嘛安尼？就是我一定跟你讲好啊啦，恁两个拢足好，恁安尼啊，几个，小着啥物？亲家，你第二个你是第二个你是第二个，第一个亲，对，迄是第五个你的第二个。啊是你家和万事兴。亲是第二个，亲是第二个，啊是你要 pass 我。pass，过来。这 pass 呀。蹦在你大大鼻的迄种安尼足大，落的拢有啦，安尼咔哧咔哧就好食的，白白。爆米花。哎呀，真可笑，真可笑。啊，因目前为止2分钟得到9分哦。因第一个干妈店就是杂货店，哈，啊，第二个乐咖就是腿很长，第三兔啊较简单兔子，第四金龟就是我们的南瓜，哈，啊，无人机就是飞机嘛，哈，西瓜挖大饼，这我特别解说者，哈，咱西瓜，哈，那一般甲破饼的时阵，足歹破甲2边白大饼，啊，所以一般的人啊呐，拢会去拣遐较大饼迄边，啊，所以嘛，敢若讲，咱人会当选择拢想要去挖靠啥，靠关系迄边爱靠有利益，吼，这是西瓜挖大饼，啊来pass这2条起面啊，牙刷，牙刷，再来咸椒啊。辣椒，上过伫遐读真久的公亲变事主，我嘛解说者吼。来，这公亲是咧讲调解的人，啊，比如讲咱的厝边隔壁伫遐问四帮斗袂罢，啊是啥翁仔某咧冤家，吼，啊双方拢伫遐坚持家己的意见有无吼？啊你若处理了无好势啊呐，这个咧讲调解的人煞怎变成纷争的当事人？吼，这叫公亲变事主，吼，过来个 pass 过迄个蜜蜂，就是我们的蝙蝠，蝙蝠啊，蜜蜂啦，啊，上尾一搞结束第啥？爆米花，就是我们的爆米花，好，容易哦，系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2队开始玩拢真牛。先来看一下分数，送会当15,000块，先甲欠起来咧。好，来先看咱这边的拍好亲兄弟，得到7分，真牛。好，来换咱这边的咧喷水好爸母咧，得到9分哦，所以得到5000块。恭喜！好，进来咱第2位好无？手达订购机。手达订购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手达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嘿，这是这手达订购机，你安怎讲？这拢是因为咱的阿美啊，无专心。无唔对，咱第2回合手达订购机是台语安怎讲？是啊，咱第1队先派出来，哦，是一个落开，啊，一个是色粒子的，是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未来大家来领呀，我是对巴西来的 Kevin。今日我来到南投的二外滩的立山林会馆。这个立山林会馆呢，真特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因每一个房间吼，拢是用木头做的，啊，这吼有这个木头足芳的一个味，啊大起来足舒适的。好，安尼我知影我今日要来做的是啥物题目？请问小木屋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哦，感谢 Kevin 哦，来收听哦。上位咱个讲一摆。请问小木屋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小木屋的台语安怎讲？请手答。小木屋，小木屋，来，够你几摆机会来了。小木屋，小木屋，秀机会啊！小木屋。哦，小木屋，哎嘛是袂歹呢。老师是毋是小木屋？又甲你要识字，你敢知影小木屋的台语爱安怎讲咧？
小木屋的台语安怎讲？请手答。哎，上位来，小木屋，来，够你一摆机会来。没啦，伊讲了真勇敢嘛。小木屋，小木屋，确定确定哦。你细木屋，细木屋，水哦，哎，用一个你上缘投的姿势，你讲，用最帅气的姿势，佮讲一遍。你的正确答案是小木屋。小木屋。气好，来势十足，老师是不是小木屋？安尼真歹势啊！唔讲加国安尼就对啊啦吼。对。好，来玉婷，你的机会来啊！秀机会啊！秀木屋，哦，小木屋，哎嘛是袂歹呢。秀木屋，你确定？确定是。好，佮讲一解。秀木屋，老师是毋是小木屋？小木屋嘛，好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讲一下吼。来，老师，今仔咱这两队实在是足古锥的啦吼。啊，少年的迄个拢会想要直接甲翻，不管你是小啊细，拢怪怪，你知无？吼，咱的木头就是房仔嘛，吼，所以咱用房仔起的厝叫房仔厝，啊无就是叫做茶厝啊，吼，差不多这两种是较适当的。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不过因真巧哦，因拢一直接甲翻过来。叫离婚。嘿，若加翻啊，甲翻看完，无定着恁就讲着啊。对。是，好，不要紧啊，咱搁即马才第一题尔。两边白手嘛，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今日两队哦，是咱有史以来吼，我感觉颜值上水。对。查甫的缘投，查某的美丽。水哈，有影。加油哦！好来哦，咱请出题。导演，歹势啊，我拄仔洗身躯洗了吼，啊，毋过才干有迄落洗掉的毛巾呢，才讲大哦对啦，那这好一摕啦，哎呦，赞啦，这些是我家己用的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请问大毛巾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大毛巾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大毛巾的台语，大毛巾哦，好来，咱请手答。来，加起，大面巾，大面巾，确定？嘿，大面巾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大面巾？真有创意啊，个唔不要紧，来，咱机会来啊。威定。大面巾，好，不要紧。来，老师，咱是不是大面巾？安尼就歹势咯。一定已经差不多啊吼。好，不要紧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来，咱的面巾是咧创啥？洗面呢，较细条，对不对？因为咱的面部较大的嘛，好，啊，咱的这个大毛巾是咱洗身躯了。要拭的嘛，啊，咱除了洗身躯，咱来讲洗浴、洗澡嘛，所以叫啥浴巾。啊，另外一种腔口就是浴巾。所以迄个大唔免出来，啊嘛袂使直接翻浴巾、浴巾。好，应该两个拢讲伊啊吼。好，冇紧。咱搁叫第三位来讲哦，吼，咱分数伫第三个哦，吼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到目前为止拢是0，不要紧，白手啦，咱就当啊手牵手，咱同齐，吼。甲你讲一个，恁两边若白手，就两边拢得到1万块哦。你唔通变0哦，拜托。是哦，吼，一定爱哦，唔管咱就第一个。真诶，迄头来爱皮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看嘛呀，因为遮吼，有一个空间会当打电动玩具呢。而这个所在吼，不管你是啥物年纪，你拢会带来遮佚佗、打电动、游泳，啥物拢有，啥物款的服务拢有。好，我来要来出题目啊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请问打电动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打电动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打电动，应该是你们拢捌听过，一定听过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
好来，有没啊？没啊。拍电动，拍电动。哦，后边咧拍波啊，嘿。拍电哦，不是拍无啊，是拍电动。拍电动，好来，老师是不是拍电动？赞啦！好来，分数。恭喜得了1分哦。好来，咱听老师解说。这应该大家拢知嘛，因为少年啊不时就咧拍电动啊，吼，所以勇敢甲讲出来就对啊。老师嘛鼓励你勇敢嘛讲出来。加油加油！好来，老师谢谢。哎，袂歹哦。啊，你拄拄会讲啥？拍电动啊，赶快嘛！一定叫大人念头拄讲好啊，讲济安尼，就心胸大。是啊，没啊你。心机，伊头拄讲过，伊是了白啊。了白啊！啊，你后一组的人都爱有心机啊！加油哦！好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安尼啊，笑。安尼啊，说哦。是咪个？阮就是无考韩文啦。对啦。无阮若考韩文，你绝对有分的啦。아니요 지금 한국어로 얘기하세요. 뭐 김치 맛있어요. 너무 맛있어요. 오빠. 네. 어. 아你是安那是？你是韩文的老师？老师네. 你是韩国？是韩国，不是，我去遐读册。哦。去2年。去2年。对。即马等来了就。教册。我嘛无想到我会伫遮讲台语。但我甲你讲，我甲你问者，韩文甲咱台语，你若平常时打者较困难。所以我讲认真的哦。讲认真的。足侪物件是共款的。哎呦。是毋是？拢共款的。对。譬如讲什么话？真正是。真正就是真的。就是真的。讲是真的，真正。啊，还有咱拢讲读册。册就是书嘛。对。啊，还有门开门迄个门，嘛是共款的，拢共款的。是看咱是毋是会当出韩文的？加油哦！嘿，不要紧，其实放轻松啦，会晓讲尽量甲讲出来哦。加油加油！好，我要出题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这个你管吼，洗辛苦洗了，就是告诉些呢，吼，你若洗辛苦了，无爱穿衬衫，你就当穿这个浴袍啦。好，我知影要出什么题目啊？请问浴袍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浴袍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好，浴袍的台语安怎讲？好，来，咱请抢答。哦，了解，尽量讲，尽量讲，是干嘛浴袍？你讲我讲。好，来，问你。我认为是浴袍，浴袍，浴袍，想看嘛，想看，赶紧到哪去？哎，有，他到对浴巾嘛，嘿，浴啥？浴袍，浴袍。好，来，我要问老师啊，吼，来，老师是不是浴袍？浴袍的拍摄咯。差几叔啊，叔啊，来，咱这边 Alan 加油！竟然差一叔啊，应该就是浴袍。你了解那个啦，韩文。伊头一字是对，伊头一字是对的。浴什么？洗浴的浴啥？袍。啊？浴袍。我给你决定一种。来，我看着。好，我试看卖。浴袍。哦。袂歹哦，吼，确定哦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浴袍？那这个。哦，来分数。恭喜亲爱的得了1分哦。我要甲你问一下，韩国的浴袍安怎讲？浴袍哦，这个我想看卖，因咧洗身躯的时阵，伊会讲shower，不是英语，对，shower就是英语，对啊，shower 较大，shower 系哦。然后袍呢，因就讲衫，因就讲衫，衫是台语，对，衫是台语。因就讲袍，敢若像 coat 嘛，共款，你讲 coat，亲像shower coat 应该无唔对，这个我想应该是无唔对的。哦，
我没唱完呢。嘿，我唔知影老师，无定着老师要讲哦。哎呦，老师咱来问请老师哦问看嘛。来，老师，你会讲韩文无？哎，韩语我袂晓。啊，毋过这个浴袍吼，浴袍其实就有学问的吼。迄个咱旗袍来讲，旗袍伊较正音其实是旗袍。袍哦，不是旗袍哦，哦，所以咱伫台字大书典啊、甘字典，这字伊干那一个音就是袍，啊，比如讲战袍、剑袍，所以咱这条其实较正确应该是讲翼袍啦，翼袍，吼，啊是啊袍嘛对，因为咱即嘛，迄个语言有当时啊会受影响嘛，所以咱的教育部的书典嘛有甲这个这字收入去啊，伊收袍，所以咱就读做翼袍，还是翼袍，拢是对的。是，所以讲老师拄拄的译文，伊有讲伊的音差一点啊，对无？走去啊啦，嘿，马建因为。比方是较无咧讲这啦，嘿，较无咧讲这啦，嘿，无高雄人应该高雄人嘛吼，哎呀，应该是少讲台语遐对啊，吼，了解咱学起来，咱学起来，这是新机啦，这是新机。谢谢老师。哎呦，这种讲好好的，就是安那，这牛音啊啦，因为一定爱同齐啦，吼。一比一楼，一比一楼，上尾要一个哦。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是队长哦，今嘛白手哦，1万块哦。是，啊，拄拄啊，恁迄拢会晓啦吼。应该拢袂晓，因为就困难，我这个人都做爱讲是对啊，做老实的，你安尼讲就较少咧讲啊，毋过讲唔对不要紧，爱学着物件才对。哎呦，因为咱今日拢讲是夜景啊内面的物件哦，对啊，哦，浴袍啊，浴袍啊，浴巾啊，这是咱平常时啊，足歹。无一定来讲，对对，啊，咱即马学起来，通甲囡仔教，哦，嘛通甲妈妈开讲的时阵讲这安尼，哦，好，来手放好哦，不要讲车手在咱台当饲哦，好，来，车出题。好，来，咱来看卖吼，咱这立山林会馆的美女内底有啥物物件？来看有啥物种的服务？字有淡薄仔细呢，看咱袂清楚啊。才带好一个台灯啦，赞啦！你看敢有清楚啦？我知影，要出啥物台语题目啊？各位观众朋友，请问台灯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台灯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台灯的台语安怎讲哦？来，咱请抢答。好，来送过的，不要紧，送过，咱勇敢个讲出来。台灯，哎呦，台灯，对，哦，明白啊。台灯，就是台灯啊！我知影你徛伫台顶啦，免话。来，老师，是不是台灯？就是台顶啦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得到第2分哦。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来，咱这条真正的咱直接翻啦，吼，台顶啊，嘛有人讲啥？因为可能倒啊顶啊，所以啥倒头顶嘛会使，倒头顶嘛会使是。等下我要问你，你拄啊是真正用药的，还是讲？你讲不得呀？我本来就晓高雄人嘞，哪会袂晓？真臭屁咧！就是甲咱这边讲，甲咱的会晓讲的台语的知识，拢总甲讲出来啦。吼，好，加油哦吼！加油！来，咱车会，不要紧啊，咱个会当加油啦。到第3回啊，嘛是会当加油啦。好，先看分数，咱先看阮这边亲兄弟的。即马得到1分哦。好，啊那咱这边的好爸母咧，得到2分。最讲的奖金。啊，既然足罕的得到2分就赢的啦。是。足罕的得到2分就赢，真正足看的。所以讲因有奖金无？有啦，得到2分就得到1万咯。所以加起来，你5000块。嘿，即马是15000块。真好真好，后一个回合是大家同齐拼哦。加油加油哦！好，咱来加油哦！今日咱的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两对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
这个回合咱10位拢会当同齐算这个游戏。对。咱即摆甲大家讲者，咱即摆两这边的组长，吼，咱来问，恁有啥物计划无？计划？我应该是会分配，啊，不过我对我的队友就有信心的。就有信心的。嘿，因为阮新冠，迄气势就要有。哦，无唔对，伊是咧欺负咱两个，新冠较低。不要紧，无咱台中咱无算。哦，咱公平的公正的对啊。啊，不过这边嘛是会欺负着咱两个，第一位就甲阮两个欺负啊。来，队长，你有什么计划无？阮的计划就是，阮大拄仔有淡薄仔讨论一下啦，那嘛是爱尊重，就是各位的答案。啊，但是阮基本上会分享。分开迄个风险，分开迄个风险啊，啊，就是差不多，若是有确定的答案，咱才会全部拢压伫迄个答案中。哦，真明是很明确啦。嘿，无唔对，其实两个讲起来拢差不多啦。差不多啦。好，来上诶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有一句话咧讲，失恋爱食什么吼？这来形容失恋的痛苦。啊，恁敢知影食是什么物件咧 ？A. 苦瓜仁 B. 咸椒啊，就是咸姜啊，嘛会使讲番姜啊。C 金蕉皮是，苦瓜仁足苦的，食一摆我都无想要搁食啦，就是无想要搁加就安尼啦。对对对。有的时阵会食到迄金蕉皮，涩涩，啊，甲迄失恋的滋味有共款，我感觉共款。阿姊，听起来伊捌失恋咯。系哦。失恋的苦有偌苦，你一定爱知影。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我刚刚是。嘿，苦瓜还是咸椒啊？还是金蕉皮？哎，失恋爱食什么咧？是，哎呦，失恋足苦的哦。失恋真艰苦。哦，已经在写哦。差不多哦。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请起。好，来。来。是苦瓜、番姜啊，是金蕉皮哦。这边的差真多哦。好，来，咱来问一下咱这边的队长哦。亲兄弟，你写拼合。是。因为失恋的时阵，应该是足艰苦的。哎，足艰苦。啊，不过我感觉唔是 A， 因为应该无遐尼简单。无遐尼苦。啊，我有时阵食迄金蕉的时阵，有的时阵会食到迄金蕉皮，涩，啊，甲迄失恋的滋味有共款，我感觉共款。这讲了袂歹哦。阿姊，听起来伊捌失恋咯。系哦。这少年，我来问一个哦。来 ，Aaron，捌失恋过无？这侪届呢？会届哦。这侪届。所以讲你是感觉你是食到啥？咸姜啊，遐尼啊咸哟。对啊，我是想到人伫失恋的时阵，就是要食淡薄仔较刺激的物件。哦，爱食刺激的物件。爱家己振作起来。哦。迄个时阵，你食到田椒啊，咸姜啊，咸姜啊，咸姜的时阵，你就会感觉啊，那会遮尔啊，遮尔无爽快，不过这失恋的感觉拢会涌起来。哦，一棍可以过去就对啦。查甫囡仔拢会感觉是食迄落啊咸姜啊，刺激嘛，所以分线放袂记啊吼。所以分线嘛，2个咸椒啊，3个金蕉皮。是。哦，这边3个 A 足苦的，苦瓜仁啊。是安那3位拢是来加苦瓜呢？失恋的时阵，你食到苦瓜仁足苦的，食一摆我都无想要搁食啦。哦，就是无想要搁加就安尼啦。对。这嘛是有道理哦。对啊，苦瓜仁真苦。啊，为什么有 B 甲 C？ 嘿，分线风险。是。啊，甲分开安尼啦。是，3个答案拢有 A、B、C 拢有啦吼。咱来看者，到底答案是啥的？来，咱来看者正确的答案是。是。好，来，咱甲这边的2位，请小调 A 小调 B 小调，2位启婷，来咱这边宋哥，3位姚婷，小调，
啊了命啊，嘿，小条啊，哦。即马就这边的3位来拼咱这边的1位啊。哎呦，好，到底咧食卵是要食啥会较好咧？来，是不是金蕉皮咧？来，老师，我先讲迄个米的选项吼，是香椒啊籽，就是辣椒的那个籽。香蕉啊籽哦，也籽是。哦哟咱两队做少年的，因都捌听过这。阮细汉不时的听到人讲啊，失恋爱食金蕉皮，啊，不过我就足摇异的，食金蕉皮安尼敢有路用？哦，结果即摆才知讲，真正是有效的，因为咱的金蕉若有够分，伊的皮内底有一种成分叫做啥？色氨酸，就是色氨酸。啊，种色氨酸呢，伊若到咱的啥体内，伊会转换做血清素。血清素，啊，这个血清素呢，伊会当互咱人安那快乐，啊，互你放松轻松，啊，较袂失眠加忧郁。所以人讲，你若失眠的，你若是失恋的时阵，爱经9分的金蕉皮来食哦，唔是切哦。谢谢老师，卖啦。失恋的时阵，莫搁食金蕉皮啊啦！咱平常时啊会当食金蕉，咱就尽量食，因为金蕉食落去会互咱人真正快乐。就是老师拄啊讲迄两个成分，对，色氨酸呐，色氨酸哦。对，啊，咱即摆的心情就敢若失恋款款，这边剩1位，啊，咱这边查甫囡仔剩3位，啊，咱来甲保护无？好，来，来，我要出题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求财除了拜五路财神以外，可以使求什么神明呢 ？A. 王母娘娘 B. 土地公 C. 太上老君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请开始。是王母娘娘，还是土地公，还是太上老君呢？伫阮兜遐拢讲太上李老君呐。李老，伊你甲甲迄姓讲出来，是。每年的开工哦，开工拢爱来，3、2、1，好来，甲答案起出来。来，哦，袂歹哦，哈，好 ，B， 我即摆来问上路的，上路的，你啥来选土地公？我以前有迄个拜拜的时阵，就是我伫服饰店上班，然后业绩不好的时候，被去土地公迄个拜拜，然后钱会进来，钱就会来啊，钱就会来啦，业绩就来啊，是，这个方法袂歹，土地公，我来去甲你拜拜，你钱都爱互我咧。是，这边的是土地公，啊那咱这边嘛是土地公呢，嘛是土地公，家己，开工的时阵啊，有咧拜拜，迄阮兜嘛有咧拜拜，拜土地公嘛有咧拜，迄A嘛有咧拜。好来。好哦，我要看一下哦。咱正确的答案是。真好，少年的佫学一个啊！哦，好，咱这边真好，3个拢留落来，拢留落来，啊，这边嘛是留落来哦，继续搁拼落去哦。好，来，咱来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来，拄则我有听到2种讲法吼，一种是土地公，一种是土地公。咱讲这是我的土地，咱就讲土地；啊，若是土地公，咱会用地，咱袂用地。所以这迄个咱斟酌者吼。好，来咱这条讲迄个爱拜什么神嘛吼？咱台湾的俗语有讲什么？田头田尾土地公，啊家头家尾嘛土地公，所以拜土地公是种啥？全民运动，做田人要求好年冬，也是做生意的要大赚钱，甚至做官的要求官运哦，伊都唔敢去得失土地公，所以当年的2月初2，土地公生，各行各业有无？咱拄仔有讲吼，你咧卖衫有无？吼，各行各业拢爱做头家，啊拜土地公来祈求平安顺利、大赚钱。所以咱民间哦，唔只有一句俗语讲啥？头家若无做，啊你买个就空空。所以呢，土地公就是咱第一个财神爷，大家会去拜哦。
是，好，老师谢谢。哦，袂歹袂歹，今日拢讲学着啊吼。那真正要趁钱，咱就爱去拜土地公。真正。吼，啊平常时啊，就通去拜啊啦，唔免等到当时啦。哈，好，来真好，这边嘛是3分，这边1分哦。来，来，咱搁继续哦。请试后一题，来试后一题。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南投草屯的古早地名由来是啥物咧 ？A. 伊是挑夫换草鞋的所在 ；B. 伊是以早吞牛草的所在 ；C. 伊是骑兵练将的所在。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来。哦，这困难哦，南投草屯啊，草屯。咱家敢若有南投人，毋是？有啊。系啊。对啊，这边的，这边的南投。我会记得是这边有南投人。我南投人。来，无印象啊。哦，袂歹哦。是换的所在，还是吞牛草的所在，还是练兵练将的所在？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时间到，请起。哦，这边有分哦。哎呦，这边有分，咱来看一下吼。你是安那介无共款的队长？因为我较早有听过阿公有甲我讲过草屯这个名，啊有讲到草鞋。哦，草鞋。我有印象有草鞋这个物件，啊，不过我。无确定，所以我叫我哦，甲分开，风险甲分开就对分散风险。是，吼，袂歹哦，袂歹，有概念哦。对。好，来，这边的2位，这边的 B 1位。我恁想 A 加 B， 啊，即马阮感觉迄 B 有这济菜，有这济草的所在，牛草就对啦，都会当放迄草。啊，所以阮就感觉是 B。哦，无条件你安尼有的哦，因为产较济嘛。无唔对。好，来，我来看一下哦。咱的正确的答案是。来，咱 B 先试掉。唔对，先试掉。来，哎呀，无啊。这就真正有影咱南投人对啊啦。哎呀，有当时阿公阿嬷讲的话哦，较想影爱会记哩哦。吼，这拢是咱的知识哦。好，即马剩咱队长1位，咱听老师来解说哦。来，老师。好，来，咱拄则有讲到草屯这个地号名，到底变哪讲对不对？是草屯还是草屯？拢对，两种讲法拢对。好，啊，我先讲迄个。咱 A 迄个选项有一个挑夫，歹讲对唔对？挑夫，哦，咱就直接翻是安尼。啊，咱要较口语的讲咧，担当的工人，吼。好，啊，这个草下墩这个地号名是安怎来的吼？来，古早因为交通无利便嘛，啊，所以出门咱步啥？步练的啊，步练的。所以不管你为鹿港到埔里，还是埔里到鹿港，拢爱经过对草屯，吼。啊，因为古早人无皮会通穿啊，干那会当穿啥？草鞋。啊，一双草鞋无可能对鹿港行到埔里嘛，啊，差不多安那。一般人若行到草屯遮，鞋仔就歹去啊，啊，爱来换一双新的。啊，这个歹去的草鞋就互人等伫遮，吼，啊，因为你一直等，是咪愈等愈济，啊，愈等愈悬，吼，啊，伊就怎一堆干那啥山咧，所以这个所在它互人叫做草鞋墩。哦，草下墩是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老师安尼讲拢有画面呢。对啊，原来草墩是安尼由来呢。吼，哎呦，真恭喜咧！来，咱先看分数。咱亲兄弟搁得到一个人留落来哦，厉害！是啊，那咱这边5个拢讲再见啦。我就甲你讲哦，咱的冰盘啦。哎呦，冰盘，真正冰盘。好，来，咱来讲一下咱的奖金偌济。是因为这回下面留一个人，所以才得到这回2万块。好，进来呢，提奖金游台湾。
提奖金游台湾，拢总有5组题目，每一个家庭成员轮流讲出正确的台湾地名，只要30秒以内，甲5个题目拢总讲出正确答案，就会当将头前累积的奖金全部摕走咯。嘿，提奖金游台湾，是要安怎游咧？嘿，咱等一下吼会出无共所在的迄个相片，互恁看。哦啊，我会甲恁讲出是倒一个县市，倒一个乡镇。啊，恁看到迄个所在，你来甲我讲出迄是什么款的博物馆？哦，这个困难哦。简单啦，台湾博物馆无几个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台湾的博物馆，袂啦，咱会愈来愈济啦。是，啊，咱今麦奖金偌济？咱今麦奖金2万块。 2万块，所以讲咱是算秒的呢。对，所以有20秒，啊20秒敢有够？无够吧？因为扣1秒扣2000无够对吧？我搁加送你30秒。所以讲咱讲完就紧日走，就紧日换人哦。对，啊后壁会晓会使甲头前讲吼。是，后来咱即马排一排。排一队。第一位是倒位？咱队长哦。加油啊！加油啊！上个咱请出题。加油！请问台北树林这什么博物馆？国中博物馆。啊，正确来来。哦，来，今日来。宜兰头城这什么博物馆？南洋博物馆。南洋，唔是油。 上刺激的奖金换现金开始咯，因敢会当全部提走2万块咧。上个咱请出题。加油！请问台北树林这什么博物馆？国中博物馆。啊，正确来来。哦，来，今日来。宜兰头城这什么博物馆？南洋博物馆。南洋，唔是油。 南洋博物馆，对啊！来，今日来，来，吉米博物馆，好，正确，哦，来，过来台北新金砖，著名米所馆，哦，正确，过来，来，台北中山区，进来，这什么？咱都看过啊，台北美术馆，啊，正确。咱较想影真正要甲钱送互伊，因为咱拢一直放水。对啊。不过拄啊有一寡念法，听着敢若米索馆。我哋当作伊讲对啊。对，不要紧啦，咱是嘛是爱甲奖金送互人。对啊。对，因为少年真敖，敢讲就好啊。生做这引导队，无唔对。不过正确的讲法，咱嘛是爱互观众朋友知。对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公布，好不好？来，老师。第一题，国立故宫博物院，博物馆嘛会使哈。就是咱的故宫嘛哈，这是咱迄个台湾最有规模的这个博物馆哈。伊伫2015年是全世界参观的人数是全世界第6座哦。所以你看有真侪外国人来台湾，拢会来咱的故宫，吼，来咱故宫。第二，南洋博物馆叫做。南洋博物馆，南洋吼，来，咱若要去认捌好山好水的宜兰，这就是一个真好的一个，你就先去博物馆甲行行踅踅，就知影讲宜兰有啥物好佚佗、好食的所在。来，再来第三，基美博物馆。对，我这讲有够紧的，迄个谁讲的？厉牛吼！来，这个基美博物馆会使讲是台南的地标啦。吼，这个迄个是咱的基美柯文良先生伊所创办的吼。著名美术馆，这是户外哈。再来，再来，咱的这个市立美术馆叫做北美馆，感情北美馆。好，来，以上。谢谢老师。真正的，咱台湾这5组上有名的，咱就一定爱好啊吼，去甲参观一下。有闲的时阵，带囡仔去甲游览一下。对，就免坐飞机开遐尔济钱啊。对，咱台湾家己就有啊。是啊。好来，咱即马有的是想到的是奖金，敢有奖金？有啊，咱即马剩22秒，所以代表因2万块全部摕到咯。恭喜！好，摕到了，咱就紧来去颁奖。颁奖！咱来讲咱的规模已经换啥啦？咱遐的人爱甲钱送无着分的。好啦，骗你的啦！咱的实力
经哈尔好嘞，2万呢，冰盘呢，2万呢，2万啊，2万，2万，2万呢，来，恭喜恭喜！好，今日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是感谢咱的林淑琪林老师落来咯。专家有地位，斗阵拼第一，互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再会喽！谢谢钟哥，谢谢玉婷，再来，谢谢亮姐啊，谢谢，下次再来。